观赏台视午间剧场《难忘风雨情》。小姐，你有找到阮先生无？伊有讲当时要来接我无？陈太太，我已经敲了几啊通电话去恁兜，毋过恁厝内面拢无人接无。恁先生也真害，一点仔耐心拢无。阮同事叫伊去外口等你，伊煞做伊走。不要紧啦，我家己转去就好啊。何小姐，麻烦你甲我叫一台计程车。好。林辉，林辉，林辉，原来恁伫咧厝咧，我请护士敲出一通电话，恁俩拢无要接。都毋知是安怎，昨暝坐伫碰伊想要等你转来，无说伊雄雄跋倒来，去哭着面啊！林辉，是你送我去病院是无？歹势啦，这两天我为着要款婚礼代志较无闲。你放心，我后续袂阁互你烦恼啊。医生安怎讲？医生讲我休困2天啊，就无代志啊。你要紧无？你是毋是啉酒醉？你休困一下无？你别吵我了！
为着要袂倒来这间厝，为着要过我心爱的人，我违背我家己的良心，答应因的安排。爸，啊，毋过你想清楚，我安尼做毋是为了我家己。假使我哪有啥物所在对不起明辉？我甘愿用我一生来甲弥补，只希望有一天会当原谅我，会当真正爱我。大爱啊，大爱，哎，大爱啊，大爱，大爱啊，奇怪，啊，拢几点啊？啊，今日还袂出大做生意。伊甲米有爷两个拢遮骨力咧，哪会到即啊？哎，这小姐借问吼，你敢住喺遮附近？是啊，安怎？嘿，啊，你敢知影今仔日哪会天助哪袂来做生意咧？哦，你讲天作？嘿啊嘿啊这车着伤呢，真久无看到伊啊。哎，明辉啊，明辉啊，怎忙啊，怎忙啊？啥物代志啦？迄天助哦，发生车心啊受伤，住咧病院啦。啥物？你讲天助车是叫车弄掉？哎呦，大姐也毋是好代志，我敢会甲你骗是无？明辉，明辉啊，你是要做啦？哎，先生，下机哦。哦，偌济啊？下机很快。免走啦。哎呦，我那囡仔共款，在咧啉茶叶，迄个夹着实在是吼。哎，你那用衫穿咧衫会洗呢？哦，讲安尼啦，衫比我较重要。阿春啊，你是有替我问医生无啊？是安怎？我的肚壳连一点仔感觉都拢无。你看，我安尼一直甲念吼，甲念，已经念几步啊，啊拢无感觉啊。啊，迄车都受伤，免闹遐尼紧就好啦。安怎？我说好你，互你做大爷，你还阁无欢喜哦？我毋是这个意思，我是烦恼已经几啊工无做生意啊，啊遐的主顾客毋知好走去袂。哎，你莫想遐济啦，即摆先甲你的脚医好较要紧。哎对啦，昨美惠甲我讲，伊想要家一人去卖面呢。袂用着阿春啊，你千万莫答应伊安尼做。人美惠是有心的人呢，咱哪会用互伊做遐尼粗重的代志？万一若发生什么意外，咱是要安怎向因老母交代？哎哟，看你紧张甲安尼，我知啦，我嘛是安尼甲美惠讲啊。这几工哦，我拢伫咧病院陪你，啥物代志都袂当做，完全是靠美惠安尼病院厝啊，缀两间咧走啦。念咪是寒饭啦，念咪是摕衫仔裤来换。好佳哉哦，佮有暗暝当斗照顾小宝，若有真正会甲你死哦。
即摆你知影美惠是啥物款人啊吼？哈，较早甲人骂甲遐尼歹听啦，毋加在人美惠有量无要甲你计较，搁遐尼热心，来甲人斗相共。哎呦，好啦，你莫搁细细念啊啦，我知影是我毋对啊，以后我会当做是我家己想袂看待啊。听你讲的吼，莫到时阵迄神经病都发作起来，秘书小可能我袂教啦。哎呀，你上爱讨厌，你后面就要甲我闹天，我歹插你啊！真实的哦，我拄好有弄门，啊，都无人应，我就家己入来啊。你是？阿春啊，迄病床哦，甲我放好倒，我要困者。哦。天座兄，我听伊讲你出车祸，专工走来看你，敢有啥物需要我帮忙的所在？我人好好滴的，免你遐家暴吼。天座啊，啊是啥物啦？你若用这种口气甲人讲话啦？请问你是大嫂吼？我姓曾，我号做曾明辉。啊，你就是美惠啊！阿春啊，甲即种人无啥物好看的啊。曾大少爷，你紧走吼，我遮无欢迎你。天座兄，拢是我毋好，我无应该误会你甲美惠。也毋过迄当时我真正受不着伊的苦衷，阮阿爸的工厂发生困难，所以我拨袂出时间出来看美惠。过去的代志免搁讲啊，曾大少爷，即摆你是好野人，我这排面搭的，毋敢甲你高攀，你还是紧走吼。春啊，替我送去。做啥事？天座兄，我拜托你，互我甲美惠见一个面好毋好？你是要走无？美惠啊，伊绝对袂记你。我劝你较早死心的。阿春啊，我叫你甲伊付出去，你是有听的无？好啦。哎，做啥事？你还是紧走啦，阮翁即摆有兄弟的，袂当互白发脾气。天座兄，要无我先来走，你好好歇困，明天我再过来看你。迄个敢毋是美惠的男朋友？你想要把他赶走啊？甲赶走算对伊客气啊。假使我若毋是多点遮袂紧袂当，我绝对要好好甲修理者。你哦，这代志就是遐蠢笨啦！你若毋想看卖啊，伊竟然记美惠，就表示讲有后悔的意思啊！你若真是要替美惠想，你就应该互因两人见一下面的，将所有误会解释得清楚，安尼对美惠我倒这囡仔嘛有一个好的交代啊！你是捌啥？伊已经结婚了呢，伊要安怎互美惠一个交代？哈，已经结婚了哦！啊，这什么时阵发生的代志啊？顶礼拜啊，伊娶的阁是美惠同爸姑母的亲小妹啊！你讲看觅，美惠哪有法度接受这个打击啦？美惠，你有看过拄则什么人来过？阿春，我有拄着伊啊。那呢，你两个敢有？我无互伊看到我啦。天座啊，我今日市场买一尾鲈鱼一翅，你趁小紧食哈。啊，好。哎呦，美惠，你莫搁变啊！来啦，我问你，你即马敢过爱迄个曾明辉啊？阿春啦，等你遐咧问这是要创啥？就算美惠还咧爱伊，也毋过伊已经甲别人结婚啦，家门家相中啦。哎，这话袂当安尼讲呢。你敢有捌听过林在两是即句话啊？既然咱无法度得地的人，咱就想办法咯，按样挖一笔钱来啊！恁听我讲啦，咱人家哪有志气哦，嘛袂当甲钱倒去呢。
你看啦，比如佫无偌久哦，就要生囡仔啦，啊伊大病医敢讲毋免钱哦，也久啦，等伊囡仔若生落来了，迄买云泥粉啊，买尿珠啊，这拢爱钱呢。啊，恁敢有想过这钱是要对倒位来啊？也佫有哦，迄阿母哦，逐个月医药费嘛是袂少呢，敢讲这钱是要对倒来？嘿，美惠啊，你是毋好听阿春踮遐黑白讲话咧。这天无传恁志咯，只要咱肯拍拼，肯努力，我都歹相信讲咱真是活袂落去。阿春啊，你去甲医生讲，我要办转院转来厝诶，住踮咧遮困也困袂去，食也食袂落。哦，我都毋是咧住啥物大饭店咧，一工仔开几啊千块，我咧吓死人个。天祖啊，你毋是定伫咧讲，你是落命，拢无机会通好休困，你着趁即马好好啊休困，莫想遐尼济啦。大嫂逐工伫咧遮陪你，伺候你，你还佫袂满足啊？我毋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讲我无落保啊，啊，甲我弄着迄个人，也毋知走位倒位去死。拄下食爱开遮尔济医药费，我哪负担袂起啦？明辉，明辉，你踮遮已经快点钟啊，出来食点物件好无？明辉。假使我若有做毋对啥物代志，你会使甲我讲，我一定会改。妹妹，你袂使搁啉酒啊！你安尼空白啉酒，为后你拍歹去，你知无？明辉，我拜托你，莫安尼折磨你家己好无？假使你若无欢喜，你会使拍我，你会使骂我，我绝对袂怨恨你。你赶出去啦！我甲你小静一下。在我的面头前垫青，你若确实爱我，你是安那要欺骗我，要戏弄我？敢讲明辉已经看出什么代志啊？无可能啊！这件代志除了我甲影平，并无第三个人知影。搁再讲，影平真了解我的个性，伊应该无可能会去甲别人讲才对。丽丽，你过来，你创啥啦？你赶紧出去啦！丽玲，一时咧，我唔知影我会甲你伤得遮尔严重。下早去听阿兔阿讲，你互伊送去病院了后，我的心肝都一直袂当平静落来。假使你捌倒来囡仔，若有啥物三长两短，安尼我永远都袂当原谅我家己呢。你卡点去！你若无甲害心，你是唔甘愿心？丽玲，你误会我啦！
这个世界上，我唯一关心的人就是你啊！我就是惊讲引起伊的误会，所以我唔才唔敢去病院看你。有要紧啊无？这无插你的代志啊！哎呦，我跟你走，你先听着，我赶紧走啦！秘书啊。明知这是一出苦戏，一出演袂落去的戏。明明知影咱有的麻烦，偏偏不愿意。明知这是一条蛇路，一条袂当回头的路，捧着烧酒，险险的落去，已经不知滋味。啊，请你倒转去，就此请你免怪意。你对阮的情不过是暂时，就似梦也醒。啊，请你倒转去，转去你心爱的身边。若亲像落水的爱情，你我总是。